夫妻之間冇咗話題點算啊？好簡單啫，咪諗個話題咯。但係當你絞盡腦汁去諗呢個話題嘅時候，係咪覺得有啲攰？覺得越嚟越大家唔係好合適，分開嘅念頭越嚟越強。喺呢個時候就會有個人出現，你會覺得哇，呢個人真係太好啦，好理解我，有講唔完嘅話題，同佢傾偈嘅時候十分之開心。但係你似乎唔記得咗，其實同你另一半啱啱開始嘅時候，你哋都有講唔完嘅話題。感情耐咗，最終都係會歸於平淡。只有同陌生人先至有講唔完嘅話題。冇咗話題，其實先至係你哋展現真實嘅自己，先至係感情嘅真真正正開始。千祈唔好因為新鮮感而搞垮咗已經擁有嘅感情。心動只係一種本能，忠誠就係一種責任。